来关心今年600年的物理奖得奖人是3个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，表扬因发现电路内底封管的量子力学，也有能量量子化。一个是英国的克拉克，一个是法国的德沃雷，另外一个是美国的马丁尼斯。今年600年物理奖公布，得主是3位研究粒子力学的科学家。 英国一个克拉克，法国一个德沃雷，一个美国的马丁尼斯。For the discovery of macroscopic quantum mechanical tunneling and energy quantization in an electric circuit。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理云讲，这3位得主在40年前就捌伫咧同一个研究团队。迄当阵克拉克是教授，德沃雷是博士后研究员，马丁尼斯是研究生。 无想到讲3个人会做伙得到600年奖，克拉克讲这是人生上大惊喜。I was sitting there just feeling completely stunned. It had never occurred to me in my entire life that anything like this would ever happen. 特别的是，马丁尼斯甲台湾有淡薄仔渊源。中研院院长廖俊志讲，马丁尼斯2019年第一遍展示量子电脑的运算能力，已经超越迄当阵上强大的传统电脑，是量子资讯科学重要的里程碑。趁一遍出彩的机会，邀请佢担任中研院量子计划的顾问。That would not otherwise be possible to work out. You wouldn't be able to. I think you wouldn't have an iPhone today. 颁奖典礼12届会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。今年奖金的总价1100万瑞典克朗，换算代表差不多3574万，因3个人平分。过来，伫台湾时间初8下昼要公布化学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